演練咧，即將就會開始㗎啦。請各位啊，各就各位嚇。咁喺開始嘅時間咧，我哋當然咧就有個儀式先。我哋而家有請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為我哋主持鳴鑼儀式㗎，並請李主任、范主席、副會長、由曾嘉麗常任秘書長、周主席同埋周處長咧，係陪同行政長官啦嚟到我哋嘅大銅鑼嘅位置噃。好啦，嗱一陣間咧，我哋當行政長官打響個鑼之後咧，會場立即就會播放太極大會演嘅伴奏音樂㗎啦。咁請各位咧即時就可以起式㗎咯喎嚇，開始演練啦。好，咁啊而家咧我哋有請行政長官啦，就為我哋準備主持鳴鑼嘅儀式，示意太極大會演啊即將就會開始㗎啦。好，請各位準備好，準備好未？嗱，我哋一齊數3聲喎，好嘛？準備，1、2、3。哇，好有力度啊！多謝行政長官同埋咁多位嘅主禮嘉賓，請行政長官及咁多位嘅主禮人移步到表演。真係1萬嘅喎，10,425位咁多，到底啊，今次又係幾多呢嚇？咁啊，我哋咧相信大家都好想知嘅啦。好，而家我哋有請行政長官揭曉今日萬人太極大會演活動嘅總人數。我哋請曾生將太極匙放喺按動器上邊，有請。係啦。好，OK， 好啦，請大家留意典禮台背幕板上邊嘅左邊位置嘅極字嗰度咧，哇，原來有機關咁啊！原來呢係個電子屏幕㗎噃，係萬人太極大會演總出席人數就係哇，係2萬000。
兩陣，1、2。